海葵风台嘛造成真严重的农损哦。伫花莲玉里赤科山的金江花，加在风台扫过，无啥损失。也毋过哦，山区的产业道路因为大雨中断，目前金针哦是当要采收。农民是真烦恼，讲若是无赶紧甲采收的金针再落山砍数，金针哦真紧就会烂了了。花莲玉里镇赤科山顶规片柑仔园，海葵风台虽然强，也毋过并无对这个区域金针造成拍倒，也毋过落雨了后的金针当真紧开花。农民想要采收，却因为山区道路断站，工人无法度上山。那采收的金针也因为山区停电，无法度后坐。没有电，没有办法烘干，金针都损失差不多4成至5成。有发电机也没有汽油，也没有办法，连续2、3天都没有采，都花，现在花一摸都掉了。赤科山进前就因为0918地震影响上山道路受损严重，即摆海葵风台带来风雨，佮造成主干道甲德林产业道路拢断站，目前山区也有20多户掉伫遐。希望赶快抢通道路，恢复电力，然后让我们的手机的通讯都可以恢复正常。另外就是粮食的部分，因为道路不通，所以目前为止粮食的部分可能仅供再撑个2天。关府农业处表示，已经请发包收入厂商协助抢收，另外也会请救灾单位进驻。也不过因为天气的影响，目前无法度估计什么时阵抢通。另外，金针花受损的情况也会向中央来申请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